你最近去食譚仔，有冇發覺碗麻辣湯底淡到好似飲水咁？仲有嗰碟土匪雞翼，以前大隻到要2啖先食得晒，而家細到好似雀仔翼咁。如果你有呢種感覺，我話俾你聽，你絕對唔係衰多疑，亦都唔係你條脷退化，而係呢間曾經代表住香港平民傳奇嘅米線帝國，喺2021年上市之後，已經經歷咗一場徹底嘅靈魂閹割。我哋今日要揭開嘅，唔單止係一碗米線變淡咁簡單，而係一場資本主義同工業化點樣吞噬本地味道嘅黑幕。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去長沙灣永隆街嗰陣時，仲係1996年，譚氏家族喺嗰度開咗第一間鋪。嗰陣時嘅湯底係每日喺鋪頭後面用大煲慢慢熬出嚟，陣麻辣味係有層次嘅，先係辣，再係麻，最後仲有一陣肉香回甘。嗰陣時嘅譚仔係有一種人情味喺入面，甚至連啲譚仔姐姐嗰種唔正宗嘅廣東話都覺得係一種特色。但係轉捩點就發生喺2008年，譚家兄弟分家，變咗譚仔同三哥。雖然分咗家，但起碼大家仲係鬥緊質素。嗰陣時我哋仲會喺連登或者高登討論，到底三哥嘅辣正啲，定係譚仔嘅麻辣香啲？嗰個年代係米線嘅黃金時代。點知到咗2017年，日本丸龜製麵嘅母公司東利多 Torida 出手，用咗幾十億港幣將2間公司全部收購晒。由嗰一刻開始，譚仔已經唔再係你認識嗰個譚仔，佢變成咗一盤冷冰冰嘅生意。點解我會話係靈魂閹割？你要明白，當一間食肆要追求大規模上市，佢追求嘅就唔再係味道，而係標準化同毛利率。喺2021年10月，譚仔國際正式喺香港交易所掛牌。為咗向股東交代，為咗嗰份靚麗嘅業績報告，佢哋必須要將所有嘢成本最低化，效率最高化。首先我哋講下個湯底。以前如果你喺鋪頭見過姐姐煮麵，你會見到大煲湯。但而家呢？為咗做到全港幾百間分店味道一模一樣，佢哋全面推行咗中央廚房制度。而家你飲緊嗰碗湯，其實係喺大埔工業村嗰個中央廚房，用大量嘅化學調味、濃縮汁液調配出嚟嘅。呢啲湯底會被封裝成一袋袋嘅濃縮液，送到去分店，姐姐只要加水、加熱就可以出餐。點解你會覺得淡咗？因為水同濃縮液嘅比例係由會計師計出嚟嘅，而唔係由廚師試味試出嚟。每一滴水都係錢，當成本上漲，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加多2滴水，稀釋個成本。所以你而家飲嗰陣味係一種工業嘅死鹹，完全冇咗以前嗰種用豬骨同香料熬出嚟嘅厚度。再講下嗰件令無數人魂牽夢縈嘅土匪雞翼。以前嘅土匪雞翼皮脆肉嫩，上面啲黑芝麻香到不得了，而且件件都好厚肉。但而家你睇下，有網民影到啲雞翼細到好似營養不良咁。呢個就係工業化供應鏈嘅結果。為咗壓低採購成本，公司會同大型供應商簽死合約，買嗰啲最平、規格最細嘅冷凍雞翼。再加上中央廚房預先醃製，嗰啲醃料可能已經放咗好耐，入面嘅化學嫩肉粉同防腐劑令到雞翼嘅肉質變到好鬆散，冇晒雞味。以前嗰種喺鋪頭生炸、火候十足嘅感覺，已經被預製菜嘅邏輯取代咗。其實呢場黑幕最令人心寒嘅，係佢哋點樣對待譚仔姐姐呢個文化。以前嘅姐姐係靈魂，雖然佢哋廣東話唔正，但佢哋喺鋪頭係有自主權嘅，佢哋知道邊個客要多芽菜，邊個客要走清。但自從上市之後，公司引入咗極端嘅管理系統，姐姐變咗做機器入面嘅一個零件。佢哋每一個動作都要符合 KPI， 幾秒鐘要出一碗麵，每一盒餸要幾多克，全部有晒稱。喺呢種高壓嘅工業化流程下面，姐姐已經冇晒笑容，亦都冇時間去理會碗麵嘅質素。你見到佢哋機械式咁倒啲配菜落去，嗰種對食物嘅熱誠已經被磨滅晒。好多人會話生意做大咗係咁㗎啦，但我哋要睇返數據。譚仔國際上市之後，佢哋嘅利潤其實壓力好大。面對租金升、人工升，
佢哋唔敢加價加得太犀利，驚趕走啲客，咁唯有喺食材度縮數。呢種就係典型嘅上市後遺症，為咗股價犧牲食客嘅條理。佢哋以為香港人食唔出，以為靠住嗰個品牌效應，靠住嗰啲明星代言廣告就可以瞞天過海。我喺呢度想同大家回憶下，一個30幾歲嘅香港人，成長過程入面一定有一碗譚仔。嗰陣時我哋可能仲係讀緊中學，或者啱啱出嚟做嘢21、2歲，冇乜錢，去譚仔食碗2餸米線加杯凍奶茶，已經係好滿足嘅一餐。嗰陣時嘅譚仔係有溫度嘅，但而家呢？你去到店鋪，見到嘅係一陣陣嘅不鏽鋼味，聞到嘅係一股似有若無嘅化學辣味。大家有冇發覺，而家嘅配料都變晒？以前嘅豬肉係鮮甜嘅，而家嗰啲叫肉片，其實係一堆雪到變晒色，完全冇肉味嘅纖維。仲有嗰啲炸醬，以前係真係有肉碎咬口，而家似係一劈糊狀物體。呢啲全部都係為咗方便中央廚房包裝，方便長途運輸而妥協嘅結果。呢種工業化黑幕，正正係香港餐飲業嘅悲哀。當一個城市嘅味道由大集團、由會計師、由股東大會去決定嘅時候，呢種味道就注定會走向死亡。譚仔以前之所以成功，係因為佢代表咗一種草根嘅韌力同獨特性。佢嗰種麻辣係喺香港呢個熔爐入面演變出嚟嘅港式味道，但自從佢賣咗俾日本人，再去上市，佢已經變成咗一間追求極致效率嘅快餐工廠。其實唔單止係譚仔，如果你留意下，好多香港老牌食肆上市之後，下場都係差唔多。由2010年左右開始，呢種收購、包裝、上市、縮數嘅財技，不斷喺香港餐飲界上演。佢哋將原本有靈魂嘅鋪頭變做一間間流水線工廠。佢哋會話呢啲叫現代化管理，但對我哋呢啲食家嚟講，呢啲叫文化屠殺。如果你最近去食仲覺得好好味，咁我真係恭喜你，可能你嗰區嗰間分店嘅姐姐仲未完全被磨滅而成。但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嗰種以前嘅味道已經一去不返。以前我哋會同朋友講，喂，去食譚仔咯。嗰陣時係帶住一種期待。而家如果有人提議食譚仔，大家嘅反應通常係求其啦，趕時間就食啦。呢種由期待變做求其嘅落差，就係譚仔呢個品牌最失敗嘅地方。我哋再睇深一層，呢種工業化對健康嘅影響。以前用豬骨熬湯，雖然唔係話健康到不得了，但起碼係天然嘢。而家為咗做到濃郁嘅假象，入面落咗幾多增味劑 message， 幾多人工色素，幾多穩定劑。呢啲嘢食落肚，對身體其實係一種負荷。特別係嗰啲辣油，以前係用真辣椒同香料爆出嚟，而家好多都係用化學辣椒精。點解你食完之後會覺得口渴到要狂飲水？點解你食完之後個肚會唔舒服？呢啲都係工業化副產品。我哋作為消費者，其實係好被動，但係我哋有選擇權。當一個品牌已經唔再尊重佢嘅食物，唔再尊重佢嘅食客，我哋點解仲要用我哋辛辛苦苦賺返嚟嘅錢去支持佢？香港仲有好多小店，佢哋仲係每日堅持喺廚房入面熬湯，佢哋仲係用緊新鮮嘅食材。雖然佢哋冇譚仔咁多廣告，冇咁靚嘅裝修，但嗰度先至有真係屬於香港人嘅味道。譚仔變質係一個時代嘅縮影。佢話俾我哋聽，當金錢同資本介入得太深，所有美好嘅嘢都會被扭曲。由1996年嗰間深水埗小店到2026年初嘅今日，呢30年嘅轉變，見證咗香港由一個重視質素同人情味嘅社會，變成咗一個只睇數字同回報嘅金融中心。我真係好懷念以前嗰種食完譚仔個心會暖一暖嘅感覺。而家食完只係覺得個肚塞滿咗一堆工業廢料。如果你都有同感，或者你發現邊間分店仲保持到水準，或者你想揭發更多關於呢啲連鎖店嘅內幕，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我哋唔可以由得呢啲大財團繼續靈魂閹割我哋嘅美食，
我哋要用我哋嘅舌頭去投票。最後我想講，其實譚仔嘅故事未完，佢哋而家仲想衝出香港，去新加坡、去日本、去澳洲，佢哋想將呢套工業化米線推向全世界。但我相信味道係呃唔到人嘅。如果佢哋繼續咁樣搞落去，繼續將個湯底變淡，將件雞翼變細，將個靈魂抽乾，呢個米線帝國遲早會崩潰。因為真正嘅美食係需要時間、需要心機、需要人手去打造嘅，而唔係靠會計師份 Excel 表計出嚟嘅。今日講到呢度，我希望大家下次去食嘢之前諗一諗，你到底係想食一碗有靈魂嘅麵，定係想幫大財團貢獻多一份業績報告？我哋香港人嘅條脷唔應該係咁平庸嘅。其實我哋去睇返譚仔國際訓練部，你就會發現一啲好有趣嘅數據。佢哋嘅員工成本佔比係不斷咁跌緊，而原材料成本雖然因為通脹升咗，但如果對比返佢哋加價嘅幅度，你會發現佢哋嘅毛利率其實係維持得好好。呢啲利潤係點樣嚟嘅？米就係從你碗湯度扣出嚟，從你件雞翼度扣出嚟。佢哋甚至將啲鋪位搬去一啲平啲嘅地方，縮減廚房嘅大細，因為中央廚房制度令到佢哋唔需要咁大個廚房。呢啲全部都係為咗榨取最後一分一毫嘅利潤。我哋成日笑啲譚仔話啲姐姐講實小辣、蜜餞、墨丸，但你有冇諗過呢啲姐姐其實係香港基層勞動力嘅代表？以前佢哋喺譚仔工作係有一種歸屬感嘅，因為佢哋嘅特色被品牌接納。但而家公司將呢啲特色變成咗一種消費符號，佢哋會叫姐姐拍廣告，叫姐姐做 show，但係喺實際嘅待遇同工作環境上面有冇改善過？當工作變成咗機械式嘅操作，當佢哋連試味嘅權利都冇埋，佢哋就只係一件穿着制服嘅工具。呢種靈魂閹割最慘嘅地方係佢令到新一代嘅香港人以為呢種就係好食。如果你係一個2010年後出生嘅小朋友，你可能從來未食過以前嗰種火候十足、湯底濃郁嘅米線。你以為呢種淡如水、充滿化學味嘅湯底就係米線嘅標準？呢至係最令人心痛嘅文化斷層。以前我哋去譚仔係一種生活態度，而家去譚仔只係一種生存需要。當我哋連食呢件咁基本嘅事都變得咁敷衍、咁工業化，我哋嘅生活質素到底去咗邊？大家仲記唔記得三哥嗰句香、麻、辛、辣？以前呢4個字係真係做得到。香係因為啲香料係新鮮爆香嘅，麻係因為嗰啲花椒係高品質嘅，辛同辣係有層次感嘅。而家呢，正反嘅只有辣，而且係一種令人唔舒服、直接攻擊你喉嚨嘅化學辣。至於香同麻，對唔住，中央廚房嘅真空包裝已經將呢啲揮發性嘅香味全部帶走晒。我曾經問過一個喺入面做咗好多年嘅老員工，佢話上市之後最明顯嘅分別係冇咗嗰陣火。以前師傅會喺鋪頭睇住個火，睇住個湯，而家大家只係睇住個鐘，夠鐘就落嘢，夠鐘就起貨。呢種對食物嘅冷漠，先至係最致命嘅黑幕。佢哋可能會同你講，為咗衛生，為咗食安，一定要咁做。但係衛生同好食係咪真係對立？點解日本咁多連鎖拉麵店，人哋都可以做到中央廚房之餘，仲可以保持到嗰陣湯底嘅靈魂？點解譚仔做唔到？答案只有一個，就係錢。日本拉麵店人哋肯花錢去研發點樣喺中央廚房還原味道，但譚仔只係想點樣喺中央廚房節省成本。呢個就係我想踢爆嘅真相。呢個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審論，而係成個香港消費模式嘅悲哀。當我哋只係追求快、追求平、追求方便，我哋就等於親手殺死緊我哋自己嘅味道。下次你再去譚仔，試下唔好加咁多配料，就咁飲啖原味湯底。如果你仲飲得出嗰陣人情味，咁我真係要恭喜你。
但如果你覺得嗰陣味已經變得陌生，變得好似連鎖便利店嗰啲杯麵湯咁你就知道嗰個以前我哋愛過嘅譚仔已經死喺2021年嗰個上市敲鐘嘅儀式上面。我哋唔係要懷舊，我哋係要尊重，尊重食物，尊重我哋嘅胃口。呢篇口播稿雖然長，但我一定要將呢啲嘢講清講楚，因為如果連我哋呢啲自媒體都唔出聲，呢啲大集團就會繼續以為佢哋可以一手遮天，繼續用嗰啲靈魂閹割過嘅嘢食嚟餵飽香港人。大家記住，每一口你食落去嘅嘢，都係你對呢個世界嘅一種選擇。唔好俾工業化抹殺咗你嘅味覺，唔好俾估價圖遮蔽咗你嘅雙眼。我哋值得更好嘅，我哋嘅米線值得更好嘅。譚仔嘅變味唔係一個意外，而係一個精心策劃嘅商業轉型。由2000年代嘅英雄變成2020年代嘅工廠，呢條路佢哋揀咗股東，放棄咗食客。我哋作為食客，亦都要學識點樣放手，去尋找下一碗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傳奇米線。